有權嘅地方，嗰度就有貪污㗎。消防有消防貪，警察有警察貪，荒謬到咁樣㗎嘛！廉政公署喺1974年2月成立，肅貪倡廉，40年嚟已經成為香港嘅核心價值。近年高官接連牽涉貪污違規醜聞，香港賴以成功嘅支柱，仲係唔係依然企得穩呢？香港嗰個廉潔嘅情況咧，大膽啲講咧，其實可能係進步緊嘅。劉建威經營食肆，又係著名嘅飲食專欄作家。70年代佢讀大學嗰陣，積極參與反貪污運動。當年貪污盛行，俾黑錢行賄，幾乎係小市民生活中無可避免嘅噩夢。警察向嗰啲寫字花啊、外圍九馬嗰啲人收片啦。去醫院咁你又要俾錢去賄賂嗰啲阿嬸啦、嗰啲護士啦。消防員去救火可能都要收錢，即係時話有水放水，冇水散水咁樣啊，係咯，即係可以荒謬到咁樣噶嘛！即係消防有消防貪，警察有警察貪，你諗下個社會幾烏煙瘴氣啊！嘅記憶裏頭咧，即係你經過灣仔、銅鑼灣，好多嗰啲撈家啊、撈女啊。通街都係啲咁嘅人。上世紀60、70年代係社會運動嘅火紅時期，劉建威同身邊好多年輕人都睇唔過眼當時公務人員集體貪污行為。佢試過喺街邊偷拍警察收黑錢，然後交俾英國傳媒。影片喺倫敦播出之後，轟動一時。不過，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存在嘅貪污風氣始終鞭長莫及。因為你貪污存在咧，跟住咧就黃賭毒就好盛行，即係成個社會嘅形態咧係真係比較變態啲嘅。即係所以你感覺個社會係好蒼白，係好冇希望。呢本收藏喺廉署檔案室嘅數簿，係70年代涉貪嘅總警司葛柏用嚟記錄自己收受賄賂嘅資料。呢而家都唔興噶啦 ，OPM diving 嗰啲叫煙格啊，呢啲係鹹格嚟噶啦。啲 shop 係嗰啲浴室啊，攞喺度有啊，幾間啊。范世楚一加入廉署就參與調查當年轟動一時嘅葛柏貪污案。好大咁做，好大咁做。因為你當時大家都話係烏煙瘴氣，烏煙瘴氣點解咧？原來係有一啲本來應該係守龍門嘅人，佢自己周圍就係做啲。廉署未成立之前，貪污問題一直由警隊嘅反貪污部處理。不過，諷刺嘅係，負責捉貪嘅警隊本身貪污舞弊嘅情況亦極之嚴重。因為嗰陣時有個比喻㗎嘛，貪污就好似一架巴士，你一係就上車，你一係就落車，你就唔好企喺前面俾車死。1973年，涉嫌貪污嘅總警司葛柏喺接受警隊反貪部嘅調查期間，潛逃返英國。事件震動整個社會，市民歸咎警隊互相包庇，大學生組織示威遊行，反貪污捉葛柏，一觸即發。但係初就係話，我哋係學生，我哋反貪污捉葛柏，有冇社會支持咧？咁樣，原來都有喎，咁樣嚇。有唔同嘅市民着住唔同嘅衫嚟嘅喎，有老有嫩喎。咁啊，學生會就宣佈立場，咁啊有份聲明啊，要宣讀啊咁樣，揸住個大聲公係咁嗌嘅啫嘛，啲人舉手冇反貪污捉葛柏咁。馮可立係當年推動反貪運動嘅旗手，佢話
原本估計呢場係一場持久戰，冇諗過運動開始唔夠4個月，政府就宣布成立廉政公署，獨立調查貪污罪行。我哋就好似駱駝背上最後嗰根稻草，一擲落去咧，係全部改變晒。其實如果學生唔去做嘅話，就傳統嘅社會道德觀啊，嗰套嘅對統治者嗰種嘅順從感啊，仍然都會存在。如黎清平喺1974年廉署一成立，就調派去做開荒牛，係首任社區關係處處長。當年揾佢嘅係第一任廉政專員基達。基達話：麥理浩最初並冇計劃打擊貪污，點知幾個月之後峰迴路轉。涉嫌貪污嘅總警司葛柏喺調查期間突然失蹤，社會上群情洶湧。I happened to be in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and suddenly the door opened, and in came Sir Murray. Very obviously wasn't there to greet me or anything else, but to ask me to take over a new organisation, which we eventually calle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當時啲人睇廉政公署嘅態度咧係比較分歧嘅，有一啲咧好敵視嘅，舉報嘅貪污嘅電話咧，本來就係叫做266366，有部分嘅人咧就將佢改咗為面目目、心毒毒。有一啲人咧係絕對係對廉政公署係有期望嘅，不過大家都係有一種觀望。以前嘅反貪污組又做唔到咩出嚟，反正係令到有貪污人士都可以逃離嘅。咁而家究竟廉政公署，尤其是入職嘅人咧，係以合約形式嘅，咁究竟係咪一個持久嘅機構咧？我日捱夜捱揾2餐。你仲喺乞衣兜度揦飯食？我要親自去廉政處告你，我要親自去舉報貪污。廉署成立之後，第一個挑戰就係將葛柏由英國引渡返香港受審。我係揾揸車添，嗰陣時揸嚇，好驚嘅，因為其中有一部車經過紅綠燈之後仲死火添。咁我哋押送葛柏嗰部車係將啲石子咧封咗窗門，封到好靚啦。稍後啲報紙咧就賣，哇！廉署咧真係出動呢個有防彈玻璃嘅汽車啊咁樣。哇！我哋真係咁睇完之後，我哋冇出聲啊，但係只要覺得，咦，個社會係咁樣睇我哋。葛柏因為貪污受賄罪，最後判監4年。咁件案審結之後，我哋廉署都鬆一口氣。因為當時對市民有一個圓滿嘅交代，即係民間嘅怨憤湧晒出嚟。如果政府係好強硬，保持以往嗰堆嘅利益集團嘅利益，尤其是官方嘅利益集團喎，咁就好大問題啦。嚇！咁我覺得麥理浩都大刀闊斧。廉署之後乘勝追擊，繼續針對警隊嘅集體貪污進行調查，結果導致警員上街遊行，甚至包圍廉署，觸發警廉衝突。最後，港督麥理浩頒布局部特赦令，豁免起訴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嘅貪污罪行，平息風波。一開電視機就係公佈一個特赦令，咁當時咧我就係哇一聲，我係當時真係喊咗出嚟，係因為即係覺得有啲痛心。當時係嚴重打擊廉署人員嘅士氣，但係如果唔頒布呢個局部特赦，有冇一個更加好嘅解決方法咧？
即係回想翻喺咁多年裏邊，我都暫時都諗唔到有個更加可行嘅方法。警廉衝突告一段落，香港社會嘅廉潔風氣亦慢慢得以建立。公職人員唔敢公然貪污行賄，即使跨越97，香港依然成為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廉潔嘅城市。不過，直至近年接連發生特區高層涉嫌貪污同利益輸送醜聞，香港嘅廉潔響起警號。中環花園道呢間教堂係前特首曾蔭權經常嚟早禱嘅地方。2年前，佢卸任前夕，俾傳媒揭發佢曾經接受富豪款待，涉嫌收受利益，輿論對佢猛烈抨擊。我再次衷心向大家致歉。97絕對唔係貪污嘅藉口。香港勝在有 ICAC。國際透明組織每年公布嘅貪腐印象指數，香港嘅廉潔度排名連續2年下跌，由2012年嘅全球第14位跌到舊年第15位。而美國傳統基金會最新嘅報告亦指出，香港廉潔得分下跌，喺頭6個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中排行最尾。唔喺香港住嗰啲朋友咧，佢哋可能就係通過睇報紙啊，或者係上網睇下信息啊，攞到一個感覺，對嗰個真實嘅情況咧，可能咧未必一個係十分準確嘅。我哋覺得咧，香港嗰個廉潔嘅情況咧，最保守咁講咧係冇差到嘅嚇，甚至乎即係大膽啲講咧，其實可能係進步緊嘅。2012年，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多次乘坐由富商提供嘅私人飛機同遊艇外遊，又接受富豪廉價出租嘅豪宅，涉嫌利益輸送。覺得好震撼，而家亦都覺得，尤其是喺啲咁高層嘅人士度發生嘅咧，我哋覺得係極度令人失望，亦都係好痛心。一個係管理層應該有嘅態度同應該有嘅操行咧，係應該廉潔自奉、言行一致，做一個好好嘅典範，咁樣然後先至能夠係做得到一個領導。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廉署檢控，指佢涉嫌收受多筆款項，身為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成為特區成立以嚟被拘捕嘅最高級官員。案件將會喺今年5月開審。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舊年被揭發喺任內，無論喺公務籌作、饋贈同外訪都出現違規行為，被立法會賬目委員會用痛斥呢個嚴厲嘅字眼公開譴責。收條究竟個詳情點樣？我做過嘅事情有任何不足之處，都無損我，冇隱瞞，冇説謊，冇私人動機，冇私相授受，更加係與貪字無關。佢一個人係破壞咗廉政公署過去差唔多40年嘅努力嘅成果，令到整個廉署蒙污啊嘛，令到老百姓對廉署失去咗信心啊嘛，亦都令到一部分人認為佢係咁咧，成個廉署都爛咗啦咁。主席啊，即係嗰個賬目委員會報告同時指責廉署社區關係處喺事件上難辭其咎，而輿論質疑社區關係處處長穆飛文同樣要負責。不過，廉政專員白韞六話，事件純粹關乎湯顯明嘅個人作風。
家嗰個問題咧，無論係喺籌作方面啊、送禮嘅方面啊，或者外訪嗰啲咧，好大程度上都係佢個人嘅決定嚟嘅啫。即係我話今晚要請客，我要請邊個，唔係我個人決定，邊個決定？我唔相信我啲同事會幫我決定，係咪？我要送禮俾某人，我要送乜，梗係我決定啦，係咪？如果我要去外訪，我話要去邊度見邊個，梗係我決定啦，係咪？你咪還於三個範疇，不都係一個人決定嘅啫嘛，係佢嘅決定嚟嘅啫嘛，係嘛？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就係佢個人風格問題咯。特區高官相繼涉及貪腐醜聞，衝擊香港嘅廉潔。不過廉署就一再重申，事件純屬個人問題，香港整體嘅貪污情況並冇惡化。而家大家個感官上面覺得好嚴重咧，就係呢個咁高級嘅原來。咁但係我哋去睇咧，就係都係一種佢自己個人嘅決定啫嘛。我哋牽涉到特首個職位、廉政專員個職位，咁你比我更加知道呢兩個職位嗰個牽涉到嗰個權力有幾大，影響力有幾大，呢樣嘢都唔值得擔心。當然係唔理想嘅，即係你話高官牽涉到一啲即係呢啲咁唔係好恰當嘅行為咧，係唔理想嘅。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對成個政府個建制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地方都係有制衡嘅。喺過去40年，市民挺身舉報貪污，係建設廉政管治嘅重要一環。不過，廉署最新公布嘅數字就顯示，舊年舉報嘅數字比前年急跌3.3%，創下20年嚟嘅新低。嗰個市民嘅舉報咧，係廉署反貪工作嘅關鍵嚟嘅咯。如果嗰個舉報數字係大幅下挫嘅，咁即係話就係市民唔想再去舉報，呢個係非常之令人憂心嘅趨勢。假如啫，升咗33%係點啊？升咗33%，你梗係話不得了啦，香港大問題啦。咁跌咗33%又係一樣反應喎。咁其實點樣去理解呢兩樣嘢？即係假設啫，兩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原來個反應係一樣嘅。咁你點理解咧？廉署做嘅周年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廉署嘅支持度仍然高企喺9.5%，不過呢個數值係4年嚟最低。而根據鏗鏘集進行嘅每年回歸周年民意調查，回歸後有半數左右受訪者都滿意香港嘅廉潔狀況，但數字喺2年前出現逆轉，舊年唔滿意嘅百分比升至近50%。好多時候佢哋係睇到傳媒嘅報導咧，尤其是有啲傳媒你知道啦，天天都講噶嘛，即係咁其實佢係受到一啲影響，係可能係一啲過量嘅影響。白韞六雖然唔同意近年高官嘅貪腐醜聞動搖咗市民對廉署嘅信心，不過佢就承認湯顯明事件的確令廉署聲譽受損，內部士氣亦備受打擊。咁我當然係吸取呢個教訓啦。我個人同阿湯生嘅風格係好唔同嘅。我係代表咗絕大部分嘅公務員就嗰個 style 嚟嘅。咁我覺得我係絕大部分公務員嘅 style。咁應酬我係好少嘅，嚟到呢度更少啦嚇。咁仲有咩？外訪我係好少嘅。仲有咩？送禮我幾乎冇送咁滯啦。即係由我嚟開始已經係咁噶啦。我係送年報俾人哋嘅，仲有啲 standard 嘢俾人哋。我唔使送咁多嘢係嘛？送本年報得啦。即係個作風係咁嘅，就所以我覺得係好唔同啦。公署同內地嘅接觸其實唔係太多嘅。我12年我上任，我去咗北京一次，13年我冇去過，14年我都未有計劃。咁你話多唔多？40年過去，香港由一個烏煙瘴氣嘅地方變成一個廉潔城市。廉署嘅成立同工作的確功不可沒。今日香港人仍然以廉潔為傲，相信冇人願意睇住呢個核心價值逐漸磨蝕。
香港政府嘅制度唔可能有一個人咧做到一個好重要、好大影響嘅決定，而且係冇第二個人或者第二個團體去制衡佢。呢個幾乎係冇可能嘅呢個。特首咧？特首都好多制衡㗎。特首你喺行政會議有制衡啦，立法會有制衡啦，你哋傳媒有制衡啦。最少我都講咗3樣，亦都好 powerful 㗎。傳媒嘅敏感度要好高，尤其是對貪污舞弊咧，要捉得好緊好緊。我最驚咧就係傳媒一受到規限，咁就好弊啦。但係睇落呢一樣嘢，似乎都唔係好睇好啊。即係如果連傳媒監察都做唔到嘅話咧，咁香港就淪陷啊，淪陷於貪污舞弊。跟住落嚟係奇畫架起禮餅呈現《愛情來的時候》，韓國。五馬神雖然離開咗我哋諗呢隻鞋，我諗起五馬咧。真正嘅演技派，經常演唔同形象出現嘅，一齊重溫呢位電影人嘅精彩演出，好似一本字典咁樣。而係呢個行嘅就應該中意啦。明報翼總編繼任人選令新聞從業員有保留。AM730 被抽廣告，疑似同編採問題掛鈎。商業辦報營運與編採自主點平衡。新聞工作者求生存定保自由呢？鏗鏘集下星期日晚7點35分。